泰星海堤岸分享嘅 Angel， 今日會帶大家嚟到火炭站銀禧花園睇一個實用面積498尺、市場罕有、望到開陽馬場景、有企理裝修嘅兩房優質筍盤。我哋今次睇嘅單位係位於屋苑嘅5座，實用面積498尺，單位望到開陽嘅馬場景。客廳係長形嘅 L 廳，兩邊廳間隔，客飯廳分明，有足夠嘅位置放到梳化同埋電視櫃。而另一邊嘅位置就係飯廳，可擺放4人餐台，設有對流窗，空氣流通。而門口入嚟旁邊嘅位置仲可以做一大排嘅鞋櫃，同埋儲物櫃都冇問題。穿過走廊，首先我哋嚟到廚房。廚房保養新淨，櫥櫃有足夠嘅收納空間，同時可以擺到雪櫃同洗衣機。洗手間有窗，空氣流通，保養得宜。第一間睡房間隔方正，可以放到雙人床同衣櫃。兩間睡房都望到馬場景。第二間睡房同樣可以放到雙人床，做咗置頂嘅衣櫃。大家睇完呢個單位，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想預約睇樓或者有任何嘅查詢，歡迎隨時聯絡返我啊！多謝晒你哋嘅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